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你往前走，你往前走，我看见你了。你往前走，对，你往前走。哎，老铁没毛病啊。对，老铁双击评论666，双击评论666，双击评论666啊！哎，你。老铁们，双击评论666。大哥，看起来那碉堡挺有钱，快去，等下抢完就跑。喂，亲爱的，今晚是零发。走。我操！哎呀，快点，后边，操，堂都比你高。来，滚！美女，约吗？干啥呢？啊！偷我钱，吓死你！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有钱的捧钱场，没钱捧人场，江湖绝技，地旁神功，我去你妈的啊！哇！哎呀，他妈不假的吗？这都3分车多，假的。干啥你啊？假的那是。露馅。阿才，你想干嘛？我录大戏。哎呀，真的是。我啊！你快一点，这不等你半天了。哎，行，咱俩吃饭去。小呀嘛小二郎，背着你书包一起上学堂。风冷风，太阳。瞎呀！你他妈瞎呀！是不是想打仗？你他妈是不是一直找干仗啊？打你！小逼崽子，你跟谁俩呢？你跟谁俩呢？跟谁俩呢？打你他妈跟谁俩呢？打你了！你是不是欠揍？是不是瞎？小逼崽，你跟谁呢？你跟谁俩呢？打你！老公，我不想走了。那咋整？哎呀，反正人家就是不想走了。
媳妇，这回咋样？呀，这回好，这回得劲儿。是不是得劲了，媳妇？哎，这一天的可咋整的？说这回好了。录像呢，给我录像呢。哎呀妈！哎哎，什么玩意儿搞去？快给我挂回来！喂，妈呀！啊，我吃饭了，我马上回去了。瞅啥呀？喂，哎，好，你老公。我老公？喂，哎，你这个人。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气。难受，想哭，没有什么用。牛逼！干啥呢？大哥，快点，来了，快来了，啥个？我的妈！你们玩呀？跟我玩呀？哎呦我的妈！我来啊！你来呀！妈！哎，大哥！哎哎！
跳。